伦理啊。高雄谢先生在讲解伦理，用闽南语讲解伦理。要念经文用文言文的读，文言文来读，文言音啊，读书音啊，跟一般讲话白话音不一样。有 A、B 有 A、B，A 就是比较冗长 ，B 比较好。你看有 A、B，A 是比较啰嗦，B 比较简洁，比较好。
有 A 有 B，A 写的比较啰嗦，B 写的比较简洁，B 写的比较好。